Hello，老师好，晚安，你好，平安。晚安，平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背景换了？这个是真的哦。诶，古时候的窗户古早时，老师讲即文足少看到这种窗啊，对吧？很少。是的，今现在仔去古只能讲古人老街啦，吼，看会到，也是一寡种博物馆。复古老街才看得到哈。哎呀，我来到泰国北边，气候很好哈，没了没淹水嘛，没了哈，很好，非常的开心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直播学台语。老师，听讲老师在问我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回答。啊，老师今天要讲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一只几架？这叫做什么？追国语叫做青蛙，台语叫做什么？敢知影？追鸡嘛？追水鸡，水鸡。鸡追鸡。你 OK 敢知影为什么叫做水鸡？啊，为什么叫伊个水鸡？我0分，唔知。我有去找一寡资料啦，吼。对，我小我问你过吼，你敢捌食过水鸡肉？追鸡吧，我有吃过青蛙肉一次而已，青蛙肉？因为不知道，所以就吃了。有人讲即种动物的肉啦，吼，甲一般的鸡仔的鸡肉食做口感足共款。因为哦水内面都叫水鸡，叫水鸡。敢是我毋知吼，就有人安尼讲啦，吼，有人安尼讲。是这样子，哇，很有趣哦。原来就是它吃起来像鸡，真的，所以我都没有发现。后来人家跟我讲，那个是青蛙肉，我惊一跳，一定食落啊，袂糊。所以水鸡就是安尼来的。咱今仔要讲的叫做中横花口啦，吼。为嗯虾米会有即只水鸡会上放伫边啊？吼。你捌看过水鸡吼？伊碰时啊吼，伊要繁殖的时阵吼，要找女朋友的时阵，拢会伊有种是为伊的脖子吼会变足大，有一种吼伊会伊的腹肚会变足大。啊，有看过有无？卡通顶管拢有看过。对吼。台湾话吼有一句话吼叫做碰风水鸡刣无肉。你敢知什么叫做碰风水鸡刣无肉？碰红追鸡哦，碰红的是一肚子变很大，对吗？所以肉就很少，是这样吗？我喺想啦吼，一般讲叫做碰风水鸡刣无肉吼，就是讲会当看到伊时阵足大只，因为伊的脖子用足大个嘛吼，伊的腹肚会变足大个，咱看即只足大只，掠转来刣，佮刣转来了，讲伊迄是伊后阮变足大，腹肚变足大，内面拢是空气，刣咧吼是湿湿啦，毋是无肉，是湿湿啦尔，佮碰风水鸡刣无肉。刣无吧，无像鸡肉安尼啦吼。咱看着看大只嘛吼，刣应该足济肉着无？叫掠转来掠头海拢剩皮啊，无就剩点仔肉吼。所以咱想讲伊一只足大只，结果伊起来出出啦，个碰水鸡刣无肉。所以碰风看起来足大，其实无米的对啊，没有料。你敢知影一句台语伊是咧形什么代志？那时候是讲人迄个很会吹牛，对吗？对，这个很会吹牛吼，吹牛即句话是伫迄个北京话啦吼，讲普通话讲，伊吹牛。当然吹牛吼，甲为什么讲吹羊会讲吹牛？咱后摆有机会来讲即个啦吼，讲为什么叫吹牛，无讲叫吹羊吼。你敢捌早细汉时阵捌算过一种物件叫分家龟啊？分家龟刚才老师有偷偷告诉我，家龟就是气球。毋是家龟啊，叫气球，家龟啊。家龟啊是气球，所以家龟是什么？分家龟啦吼，甲头你讲迄个碰风水鸡刣无肉，就是讲
我袂讲，伊拢在碰风，跟吹牛的意思是同款的，跟吹牛。很夸张，随便说哦，所以是分鸡龟，然后鸡龟啊是气球。分鸡龟啊叫气球啦吼，分鸡龟吼就是讲，我咧吹牛的意思同款，我咧吹牛。咱来看下骹一个种的 PPT 吼，咱再看下一页。吼，伊个雅各书吼4章14、19、21节安尼讲啦吼。但是马在的事恁犹毋知，恁的活命是怎样？恁是坟墓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见。15章讲吼，恁较好着安尼讲，主哪愿，阮就会活，也要做一项。16节讲吼，当恁用这乒乓的事得夸口。凡那结合的夸口拢是歹，只有写一个字人红色叫乒乓，啥物叫乒乓？你敢捌听过？乒乓吼，正前毋捌听过。毋捌听过吼？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我是阮兜一个查甫囡仔嘛吼，阮两边拢有一济，爸爸拢有若是拢会听查甫囡仔，会买一寡无同款物件学玩，我就摕去学，阮就咧讲，你看，你捌看过种物件无？你看我有你无？吼，这个拼啊，叫拼。港拼这个我听过。人拼吼就讲吼，这个物件我认为讲伊袂歹，会讲有当伊一项好啊尔，我讲伊10项好，迄就叫吹牛啦，吹牛。乒乓的意思是讲吼，我将项代志。来学人讲，这个讲代志无影有则好，但是有可能我会讲甲一项好来讲10项好，叫乒乓。讲甲专喙烂就对啊，是安尼吗？咱再看下一页吼。这个是台语圣经。全面台语是讲下咱台湾吼，即马咧讲的种语言啦吼，伊遮诶。翻译解说无共款吼，咱来看吼。听说是高雄的口音。高雄腔的口音吼，遮伊安尼写吼，恁连马仔的性命会变安怎？都拢毋知。恁敢若坟墓出现一时恁边就消失去。你应该着安尼讲，主哪愿意，阮就会活。嘛会当做这项做一项，恁即马伫碰风夸口，这个夸口这款的夸口拢是邪恶碰风。才讲碰风夸口。就像伊只用迄个水鸡共款吼，伊甲只尔，伊为着要共款，伊若足大呢，就碰互足大只吼。有可能变一只变3只的大，还是一只变5只的大呢？这个碰风吼，咱讲大家讲碰风水鸡刣无肉吼，就是讲伊原底就是一只差无这个只尔，伊碰风起了变迄个变3只的大，4只的大，这个碰风。其实没有料，都是自己说的这样子。咱来讲着讲碰风吼，这款的夸口拢是歹吼，圣经捌人安尼讲过嘛吼。咱有一就讲一，咱有2就讲2吼，有啥物讲啥物，毋通讲咱想讲要人知，讲咱变，咱拢无够，要人知讲咱哪足巧呢？咱都有本事，咱就讲咱非常的好，非常的学人讲你这样足好呢，事实拢是无吼，这上个即种的夸口拢是邪，拢是歹的代志。真正，这我做老诶，我做老乒乓碰碰风。因为做老师嘛，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很夸张，跟小孩讲话，所以这是歹的代志，爱概括。这如果是伫教学中间的夸张吼，而且是一个人引起兴趣啦吼，这甲信仰的所讲的碰风有无共款？信仰碰是讲你上帝无安尼，但是你就讲安尼。
啊无影来讲啊变有影嘛吼，即教教中间引起学生的趣味都无啥共款啦吼。所以呢，我们有借口当碰碰的对，做老师的好处这样。啊，所以咱讲，咱咧讲话就爱有影有只啦，吼，就讲咱上帝咱祝福咱，也是讲咱有啥物代志要伫别人的面前要来讲即件代志，爱讲有影只的代志，吼，唔通碰碰，爱诚实，爱诚实。对，不要太夸张这样子哈，因为它上面也有说哈，应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哈，而不是说我明天要怎样哈，我会想到一个财主对吧？伊会讲我明仔载要起一个做大间的厝哈，要来坑我的物件吼，然后上帝就说你今仔日就要性命都无啊吼。啊，你马仔要创啊吼，你马仔要性命嘿是。对，好，多谢老师给他乒乓碰风啊来个乒乓碰风啊来分水分鸡龟分鸡龟啊来个有水鸡对吧？碰风水鸡刣无捌，碰风水鸡刣无捌哦，大家拢会晓啊袂？大家学会了吗？非常开心哈，非常感谢老师，多谢老师哈。迄个你这个A 样拜一 A 样，赶快时间下礼拜晚上7:10，然后台湾8:10，再跟我们一起来学台语哦，台语哦。多谢老师，晚安，多谢大家。晚安，拜拜。